生做会有够巧。我的法宝是真巧妙，简单简细有才调。大家好。 食饱无烦恼，下暗来看小弟老厉害吼，包你落地啊钱可可啦。头先要来甲大家请教，食老三行歹，有人知唔知啊？来，你若举手讲，我就送恁鸡龟啊！来，啊无人讲，来，嘿，食老三行歹好，第一摆。 身体歹，算你对啦！来，咱甲送鸡龟啊来。第二摆，来，这个小姐，好啦，算你对啦吼。来，第三摆，哦，送讲的啊！来，这对啦，来，甲送你哦。来，第一摆，安怎？ 下鱼啦，无使对不对？第二摆放尿加尿袋啦，第三摆放腿兼闪 SI， 免人讲出来吼。这是旧的三行摆，啊，若新的三行摆来，迄我发明的，你一定唔知。第一摆袂使骑奥多摆，哈。第二摆心脏无力，唔通签六合彩哦。过来，第三摆。 你若想要拍小姐吼，来，这是新的食老三行摆啊！这其实甲今仔日要讲的这个合作红仔车、红仔豆拢无关系。好，讲到红仔豆啊，我目屎就滴落涂啊。是安怎讲呢？我就写一寡卡本，最近啊欠人钱啊，欠人小强要走路啊，想讲吼，这个卡本啊，就摕来才拍卖，所以咧今仔银行要来拍卖我的卡本，吼。 啊！我头之先我来介绍咱个卡本呢，有迄个4价，嘛有迄个40价，吼，安尼。今咱来先来介绍这个4价，吼。这个卡本啊，有一天啊，咱就互请去咧做演讲哩咧，吼。哇，这工作人员啊，做工课真认真，真点定啊。吼，到中昼时的时阵哦，甲咱传这个饭包啊，去甲咱传凉水。伊就甲咱问咧，老师啊。 啊！你台南人吼，你食凉水拢食迄个有糖的对不对啦？有糖的你留咧家己食，我食无糖的就好。啊无啦，老师啊！你台南人拢爱食有糖的才会甜。吼，我真正互你落死，我就毋是鸟，我咧食糖。我甲你讲，迄叫做糖啊，啥物糖？这第一个卡本，来第二个卡本，有一天啊。 咱就甲这个阿芬甲阿凯要去餐厅食饭啊！哇，来到这个餐厅外口，看到内底是咧人吵，可能内底吼，反正应该是客满。阿芬就讲吼，啊，咱就行来到遮，咱嘛是要来甲看卖啊咧。好行，阿芬就做头前，行来到一道边啊，哇，一欢喜，我头讲讲。 哎呦，这顿都食无偌久啊啦！夭寿哦，你敢知影？迄顿吼有一个查甫怎啊形容徛起来，规身躯赤灵赤红啊！讲一句话，你敢知讲啥？三公食无偌久的啊！三公的啊！三公我搁食无偌久啊！阮三个惊一个吼，骹底抹花伊讲阿婆啊，人讲你知影毋知影？紧酸啦！啊那无吼。 凡事敢若食顿饭，还袂食咧用拍死啊！啊，过来，阮隔壁一个少年家叫做阿志啊，阿志啊咧吼，即马吼，嘿，拍一个七啊，叫做阿辉啦。即日啊，天气清爽，两个人啊，手牵手，带咧啊，就去到即个牧场的所在啊，咧看景致。来到牧场，咱就知影咧。 哦啊，有出侪精神啊，对不对吼？嘿，牛啦、羊啦、狗啦、马啦，吼，啥物拢总有。好，因就行，
今日到一张大树骹，看到两只牛啊，伫遐咧创啥？拉达七达拉达七呀，做双开，你听无啊？啊，无人拢袂笑。嗨，伫遐咧拉达七达拉达七，好，即马咧，即个阿辉啊，看了就真妖奇啦。是安怎？这牛母，你甲即个牛讲，是要哪甲伊讲？我想要拉达七达拉达七，安尼。迄个牛港哪会知影？即摆伊就问阿姊，阿姊，即牛港哪会知影？牛母想要拉达七达拉达七安尼。吼啊！即摆即个阿姊吼，就讲阿姊我知，我Google就知影。吼，哎，即吼因为即牛母吼，若想要拉达七达拉达七的时阵，就是要做双腿的时阵呢，伊的身躯拢会有一款味。啊，即牛港闻着，伊就甲伊嘿嘿嘿安尼吼。哦，阿辉知影，即马因两个人继续去佚佗，啊，行啊行啊，日头已经黄昏咯，啊，日头要落海，暗头啊来啊，即马因两个要分开。阿辉甲伊讲，你敢有闻到啥物味？这阿姊讲，闻看觅，无啊，哪有啥味？无，闻无，啊。等你10片若好诶吼，你才搁找我啦，有够讨厌诶！你讲知影？因为这样代志吼，这个阿姊吼，互阮庄头内底人吼改号一个外号，叫做插头姊啊！人已经改暗示甲遮清楚，伊搁唔知，无你是咧冲冲动动安尼啊吼。好，这是四格的艋舺，咱即摆来讲这个40格。啊，讲到阮表姊啊，身悬172，吼，生做真标致。即摆咧，因头路因来航空公司咧上班，啊，头一日上班，哇，来一团即个阿公阿妈团啊，拍算要坐飞行机啊去佚佗。一个阿嬷呢，行入来，哇，这飞行机这大只！这人较济嘛，再去死！夭寿哦，一寡人走了了，连迄机长啦、空中小姐啦，还是讲迄空中小姐，大家都走，哈，讲啥物？惊死啊！对啊吼，啊，这航空公司就无法度咧，这飞行机爱飞啊，哦，所以咱就家高请，来，阮请一台吼，这敢若一人坐，互你坐安尼吼，哦，啊，就甲这个代志处理好势，嘿。即摆咧，村里人就开始招无人机啊！好啊，即摆一对阿公阿嬷，嘿，啊就唔捌字咧吼，啊，看无 ABC， 即摆就机票摕来阮表姊，阮表姊看一见啊，推嘴就讲起，阿公你是猪，拄啊是即位，阿嬷啊你死伫遮，拄啊伫隔壁，啊你着坐好定，咱的飞机连日要起行。迄个阿公啊，你敢知安怎？随便年。啊！你这个死查鬼，讲啥物我是猪，我无死伫遮啊！袂瘾坐啊啦！哦，即马空中少爷吼，看一个吼，着青仔了啦，赶紧送凉水来解回室的。啊，阮这个打新来，啊，请你多多包涵，安尼就对啦。吼，即马这代志啊，安尼甲安搭好势，飞行机一直飞入去，来到美国纽约市啊！好啊，外口风雨变袂哩。安尼乌天暗地，啥物拢无看见，迄雷公死呐变变叫啊，吼伫顶悬咧敲倒椅啊，吼，好啊，即摆安尼吼，塔台就通知呢，塔台通知了后，即摆机长就甲我表示讲，嘿，这个塔台有通知啊，说我们要在空中盘旋1周啊，啊，你爱甲这个观众朋友啊，毋是啊，咱的迄个合作啊，旅客吼，爱甲伊讲一下，安尼就对。阮表姊放上头就举起来，各位女士、甲先生。嘿，咱即马吼来到美国纽约市，外口风雨拼袂离，哈，阿公吼就叫咱在空中飞1礼拜才会当落去。吼，你敢知影？有一个阿伯足够逼的，讲哦，爆死，打爆死，坐飞机唔免钱啊，赚着啊，打赚死。吼，即马时间亲像风沙箭，咻安尼吼，哈，经过半小时。风雨打停去，即马塔台个通知啊，
讲会当降落来对吼。这机长呢，就甲阮表姐讲你要跟这个阿公阿妈他们讲我们这个飞机已经到达目的地，等一下呢，你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行李，我们会跟你们说拜拜。你看阮表姐吼，我自信的呢，碰上头也来。各位律师甲先生，各位公妈请注意，咱的目的要到位，确定要落土的时，心礼唔通放袂记，我会甲恁拜拜你。了是无？你看这时阵有人在甲破嘴，死查鬼啊，死查鬼，要死你就家己去。天公地土地公耶稣阿拉三界公，你着保庇阮平安无代志。安尼飞机安全降落，无意外阮表姐煞无头毛。好，过来，搁一个40家，阮厝边隔壁有一个叫做阿英毋是电视迄个哦，这阿英喙水好，即马呢，伊知影夜市生意真好做，所以伊就要来摆夜市。迄一日欠骹手，叫我来做伊助理呢，安怎卖物件你知无？来，示范互你看卖咧。来，紧来紧看，慢来减看一看，连你朋友人去看，英男好戏要来搬。来，买卖这项，看，三加蛇药，你毋通看迄一片薄笑笑，里头加蛇是效果药这加蛇食落了虽发烧，搁来咧会胃寒，搁哭着，刷落胃家火就烧焦，创啥？带去前壁弄大招啦！搁来，这项是起膏这项起膏别位无，用了喙齿较内倒，专门咧修理当家做你拢唔笑。搁来，这项乌仁目镜，这个乌仁目镜足好看，唔是小弟咧操蛋。唔管天气热也寒，我咧日头水落山。再来，这项叫关刀，会当抬鸡兼抬鹅，破茶切菜下油刀。你挂丁笋嘛真好啦。再来这项美术生猪仔入去变年前，你看有看哦，乌球牌茶锅入去变白变，铁鸡入去变活人了。再来这项菜瓜册，专门帮助恁夫妻，若有想要生后生册了定规生双年。再来这项是饭卡，这个饭卡罕得看，全过正平的出温泉。全过倒平的洗碗，倒壳会当做算盘，要买一卡无？再来，这个是水库这个物件人爱。你若想要好业搁发财这个水库要当去摆，一日3摆钱就来再来，这项是鸡龟，这选举来用袂去开啦，分了选票摕几堆，连你国会坐大位这有要选立委的无？过来，这项你若想要做总统，来买内裤上特动，阮的内裤极好拢顶悬挑头写贼王。你甲看，阿英好喙水，对不对？趁钱袂输咧吸水，恁若有去洗牙齿，加减交管袂去开哦。好。这就是我今仔日的卡本，即马要来拍卖卡本，安尼唔通真正买咧。来，对800开始看，800、850、850有人咧看无？拜托你看一个850，850，
我来买你，我就随走咯。啊来咧，爸啊七八啊八万起来啦，八啊九，我来买你，我拄啊倒咧涂骹好。九爸，我来买你哦，我互恁某拍。啊来咧，950，啊1000啊，1000我来买你哦。念念我较等下去哦，我迄剧团的头家我精啊！唉，看这个办事，这个卡本是卖无半本，安尼吼，我拍算要来搬来去咱高雄卖番薯粉。等我啦，赚大钱，大赚钱，钱大赚，我才请恁食乌鱼炒米粉。啊，互大家金光强滚，安尼好唔好？好。下海到到遮，多谢大家。感谢朱定邦老师吼。老师吼，来，我拄好有介绍，讲逐档你拢有写一寡作品吼。嘿，台湾的历史故事也好啦，网络一寡笑话啊吼，拢整理甲真趣味。啊，毋知今年咱敢有啥物款的作品？今年吼，有出一块叫做木灰的工序。木灰的工序，你甲看吼，这庆记拄则弹入去。啊，这边我木灰出来。啊，这有影，这我即摆毋是讲生情哦。这是咧讲啥物故事？这咧讲咱台湾自治捌事件。我看足侪即个自治捌的口述历史，看甲原来看原来好，写甲原来写原来好，唱甲原来唱原来好，真正是安尼吼。这甲拄则迄敢若无啥搭袂啥起来，对，不要紧。这真正是咱台湾的历史。我做即个工作，我就是写历史、念歌，恁若准做有趣味，会使去我的迄个面册会当去遐参考。台湾说唱艺术工作室，安尼。这篇叫做木灰的工序。木灰工序吼，拄啊周定邦老师有讲啦，历史啦吼，煞咧吼，哪写哪考写，因讲吼，辛酸血泪史啦，有血有泪也有史。你讲啥？历史的史啦，历史的史。对啦，这伫倒位啊？这伫倒位啊？台湾人讲的时候，咱袂晓讲字对不对？对啦，你若讲诗哀，人就听有啊。历史，好啦，我解过吼，对啦，这倒位啊买会着？我当时有甲咱讲，你倒要注意听吼。台湾说唱艺术工作室。伫网络顶管，伫网络顶管啊，上界重啊，网络咱来查即个台湾说唱艺术工作室，遮安尼有写吼。手机啊，即摆就会当来录一个吼。来感谢周定邦老师啦吼，咱请咱的评审委员李英昌老师，甲咱简单一个讲评一下，抑阁有咱的。